啱帶完客，有時間啦，所以拍翻一條低首期嘅項目俾大家。咁我哋依家睇呢個盤咧，首期嘅話3到5萬蚊就 OK 噶啦。有機會咧，仲可以幫大家申請到全屋家私家電，達到一個拎包入住嘅效果。咁呢個盤咧，屬於我哋一個中山與珠海交界嘅一個樓盤啊，發展咗有一段時間噶啦，所以呢個盤可以滿足一個衣食住行，同埋咧係有粵港巴士可以直接翻香港嘅一個小區嚟嘅。咁如果喺口岸揸車過嚟嘅話，30分鐘左右。喺香港過嚟大概都係1個半到2個鐘就可以達到呢個小區㗎啦，係比較適合一啲度假嘅朋友。咁喺小區門口咧，仲有酒樓可以俾大家飲茶啊、食飯啊、食海鮮都 OK 嘅。附近咧仲有我哋寶龍城商場，寶龍城咧已經開業咗幾年㗎啦，裡面咧有5層咁多嘅，衣食住行可以享受到。咁喺我哋小區過去咧，大概都係5分鐘左右㗎咋。喺呢個小區除咗臨街商鋪同埋食飯睇戲之外咧，仲可以享受到深海雷嘅溫泉，即係有機會你後期咧可以喺小區出邊嗰度咧，仲有深海雷溫泉，偶爾過去浸下都 OK 嘅。咁呢個小區咧大致上係咁樣，如果有邊方面咧需要詳細補充翻嘅，方便留言交流下。我哋依家過去睇下示範單位，係一個3房2廁嘅一個單位嚟嘅。呢個單位依家目前喺度在售裏面係最細呢個 size 嚟嘅。餐客廳一睇啦，都係同我哋傳統戶型係一樣嘅。餐廳呢邊係客廳，出邊咧係有個露台嚟嘅。露台比我哋其他單位咧要長少少，我哋可以感受下嗰個露台嘅寬度。咁呢個單位依家在售裏面係比較細嘅單位啦，1000零尺。咁啊有部分嘅棟數咧係可以睇到海景嘅。呢個地時你可以放個洗衣機晾衣服係 OK 嘅，甚至第時你可以喺露台放張台仔睇住出邊啲景啊，飲杯嘢啊係好舒服嘅。咁我哋依家睇到呢啲護欄咧，有需要嘅情況下咧，你可以拆咗佢，封翻一啲落地大玻璃都可以嘅。呢個情況要睇翻個人個需求。咁啊，如果係我嘅話，我都比較中意一啲開放式嘅護欄，咁樣嗰啲扯風效果比較舒服啲。餐客廳一睇，呢邊係我哋餐廳。過嚟咧有個 U 型嘅廚房，櫃啊、電器啊，全部係膠標嚟嘅。第時咧，你基本上咧買啲煲卡冷餐翻嚟就可以入住噶啦。廚房嘅3件套咧，全部有齊晒，煙機啦、爐灶啦、消毒碗櫃啦。出邊咧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嘅。有需要嘅情況下咧，你可以喺呢度露台放個洗衣機、熱水器或者晾下衣服、放下雜物 OK 嘅。甚至你可以到時拆咗呢度門放出去少少都 OK。後期咧睇翻自己用途。因為依家方便參觀咧，呢個推拉門係拆咗佢嘅，咁啊實際交付嘅時候咧都有呢個推拉門俾你嘅。呢個單位係做咗3房2廁。首先我哋睇嘅係公區嘅洗手間，上邊啲鏡櫃、乾濕分離全部做好晒嘅。咁我哋右手邊呢間房咧，實際交付俾你係一間房嚟嘅。因為呢間房相對嚟講係細少少，因為發展商佈建嘅時候咧係以陽台、露台方式佈建出嚟一個房間嚟嘅。交樓嘅時候就係呢間房咁樣噶啦，相對比較細，可以做一個書房或者客房仔或者小朋友房 OK 嘅。呢間房咧係客房大少少嘅，係連通出邊嘅陽台嘅。咁我哋依家睇到呢個單位咧就係透間嘅設計，洗手間裡面乾濕分離，呢邊係我哋日常瞓覺個區域啦，可以放1.5米或者1.8米嘅床，裡面係可以放得落衣櫃嘅。咁啊，呢邊有落地大玻璃。咁呢個單位咧，實際係一個異地樣板間嚟噶。咁呢個單位咧，依家喺度賣緊嘅，有精裝有毛坯，即係清水樓啦。睇翻個人嘅興趣。咁我哋睇翻一個大少少嘅單位，116方嘅，中型嘅，116方可以做到4間房嘅。咁啊，入門口呢個位置咧，呢間房係半送嘅。發展商咧都係以一個露台方式佈建嘅。咁實際嘅時候咧，做翻間房俾大家。可以作為一個書房或者客房仔或者兒童房都 OK。呢個單位中型嘅，到時啲櫃就需要自己訂做一下啦。咁啊，餐客廳南北對流，相對嚟講呢個銀碼比較低，又可以享受南北通透一個 size 嚟嘅。咁呢邊咧有個長陽台，後期咧你可以放少少洗衣機啊或者中意嘅嘢啊，然後上面掛下衣服係 OK 嘅。南北通透呢個戶型相對嚟講更加扯風。更加對流少少啊！目前市面上南北對流嘅戶型，居住環境各方面咧會舒服好多嘅。廚房咧上邊啲電器櫃啊，全部做好晒㗎啦。咁啊，都係3件套啦，放得落去一個雙門大冰箱啦。
咁啊，到時咧打開啲窗戶咧都可以扯風嘅。呢度有推拉門，呢度有生活露台，相對嚟講就中規中矩。咁依家喺度賣緊嘅單位咧係有少量貨源可以揀到嘅。依家有活動，可以送埋全屋家私家電，可以拎包入住嘅。首期嘅話3到5萬蚊首期就得㗎啦。喺香港隨便食幾餐飯嘅價錢就可以喺呢邊立低一套洋房，可以偶爾翻嚟度假。加上呢個位置咧，深中同埋深珠通道落橋點位置，呢個位置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屬於公區嘅一個洗手間嚟嘅。兒童房啦，或者做客房都 OK。我哋右手邊咧都係一間公主房，因為整個單位咧係做咗4間房嘅。咁依家睇呢間主人房，相對嚟講就闊少少，窗戶啦，有飄台啦。咁呢個飄台有需要嘅朋友咧，其實到時可以做一個坐墊啦，偶爾喺度睇下書。或者喺度躝下都可以嘅，睇下日出日落，因為唔同嘅位置咧，景觀比較靚嘅有部分。呢個就大床，咁啊洗手間係喺呢個方向嘅，左右咧2樓有機會你可以放得落去一個衣帽間，即衣櫃啦。呢個位置有機會你可以放得落去一啲衣櫃嘅，男女士到時分開下。咁裡面啲乾濕分離啊、鏡櫃啊，全部做好晒嘅。呢個單位就係116方，計翻咧大概係1200幾尺，適合一啲一家3口翻嚟度假嘅單位嚟嘅。咁我哋再睇一個大少少嘅135方嘅，咁啊整體個空間咧更加闊落少少，係目前整個盤賣緊最大嘅 size 嚟嘅。135方，計翻咧1400尺度。呢個位置咧就傳統式㗎啦，都係放啲櫃啊、放啲鞋櫃啊、擺下啲雜物咁㗎啦。咁啊，呢個就例牌㗎啦，都係半贈送嘅。發展商報建嘅時候陽台，但係實際交付俾你咧係一間細房仔嚟嘅。咁啊，呢個單位咧同啱先個單位有少少差異。呢個單位更加舒服啲，南北對流，大陽台，我哋可以欣賞呢邊先。咁呢個客廳相對嚟講會闊少少，即係嗰個開關啊更加闊少少，南北通透，住起身咧佢係單邊位嚟嘅。所以隱私性各方面咧會好好多，因為佢喺門口嘅位置咧有個位置你可以利用翻擺下啲雜物啊，係你獨享嘅個位置嚟嘅。可以欣賞下呢個露台。呢個單位俾我感覺最滿意嘅就係客廳夠闊，陽台夠長，我哋可以睇埋整個露台咧，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實好闊落嘅。我覺得依家市面上第4代住宅咧都未必做到咁長嘅，但係呢種咧夠長夠闊。都幾舒服嘅。咁我哋上邊咧更加適合一啲晾衣服嘅位置啦。咁我哋可以留翻客廳出邊咧睇下啲景。呢個位置咧掛衣服、放洗衣機。有機會個情況下咧，你都可以喺呢度實現封埋個窗戶都 OK。睇翻個人情況啦。從某啲角度嚟講，我係比較欣賞呢種護欄式嘅。咁啊，扯風扯氣咧更加舒服啲。甚至有機會嘅時候，我都可以喺露台呢啲護欄上面掛一啲花花草草喺度淋下花。養下魚嗰種感覺都好舒服嘅。咁呢個單位咧南北通透，差客廳一睇。咁啊，依家有活動嘅呢個單位咧都係有低首期嘅方案。咁啊，首期咧大概係5、6萬蚊左右得㗎啦。咁啊，送埋全屋家私家電嘅。兩個露台啦，呢邊咧係生活露台嘅。後期你有機會放下洗衣機、晾衣服喺呢邊都 OK。留翻主陽台作為一個觀賞露台。呢度例牌 U 型嘅廚房啦，上面電器櫃啊全部做好晒嘅。一陣咧，我帶大家參考一個交付標準嘅電器同埋一個飾品，因為呢個示範單位咧係舊款嚟嘅。整體嘅格局即係裡面嘅設計係差唔多，但係裝修交付嘅材料有少少出入。一陣咧，我哋睇下交付標準。咁啊，電器例牌啦，鎖門冰箱嘅位置啊，打開玻璃咧可以扯風嘅。呢度咧仲有一個推拉門嘅。呢個單位咧目前在售裡面最大嘅135方。可以1400幾尺做到4間房嘅，2個廁所。呢個位置咧，公區嘅洗手間，上邊啲全部做好晒㗎啦，鏡櫃啊、乾濕分離有齊晒㗎啦。咁目前呢個單位裏面呢邊個房咧，相對嚟講比啱先嗰間房咧大少少嘅，呢間更加闊落少少，放得米5床啦，放埋衣櫃啦，整埋一啲我哋日常辦公嘅區域都可以啦，俾小朋友喺度寫字啊、學習下 OK 嘅。呢個位置咧就係客房嚟嘅。可以俾我哋父母住啦，即係阿爸阿媽住 OK 嘅。咁最後呢間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啦。主人房相對嚟講比啱先嗰啲咧仲要闊啲嘅，有呢個飄台啦，例牌㗎啦。有機會嘅咧，我哋瞓覺啊、睇書啊、飲嘢啊、欣賞下啲景色啊 OK 嘅。咁啊，整體呢啲玻璃咧都係咁交付㗎啦。
有需要嘅情況下咧，第時自己貼翻膜啦，或者拉翻窗簾啦。咁呢個位置咧都幾闊落嘅，左右分開，男女士可以掛下啲衣服，唔會亂。當然擺埋一齊都 OK 嘅，兩夫妻都唔介意呢啲嘢嘅，係咪？上邊嗰啲嘢咧就睇翻自己啦，放翻包包啊，掛翻嘢啊。因為後期呢啲位置咧睇翻自己點樣去訂做嗰啲櫃啦。當然，如果你係要發展商嘅套餐，咁啊嗰啲櫃咧係統一式嘅。全部一模一樣嘅。沖涼房位置啦，有機會你可以坐住喺度沖涼都 OK 嘅，甚至呢個位置有機會你可以放啲沐浴露啊、洗嘢嗰啲嘢都 OK 嘅。甚至如果屋企有 BB 嘅，即係有小朋友嘅，將個盆放喺呢度，你就唔使彎腰咁辛苦，直接可以喺咁樣幫佢喺度沖涼都 OK 嘅。呢度咧可能好多人都冇諗到可以咁樣用嘅。咁啊上邊啦，例牌係掛嘢啦、沖涼啦。鏡櫃啊、乾濕分離啊，全部有齊晒嘅。到時呢度仲有一道門嘅，可以交俾大家嘅。咁呢個單位咧係135方，計埋咧1400幾尺嘅單位，4房嚟嘅，2個洗手間。目前喺度賣緊裏面呢個單位係比較大少少嘅，可以低首期送埋全屋家私家電，有機會嘅可以送埋車位俾你 OK 嘅。咁我哋依家過去睇下一個交付標準俾大家。呢邊咧都有送全屋家私家電一個活動嘅，但係有名額限制嘅。當然到時你睇啱嘅話，我諗辦法幫你爭取下贈送全屋家私家電一個方案，即係沙發、床、電器全部有齊晒。咁呢個單位咧，只要係3房2廁嘅，望出去呢個位置咧係我哋自己用嘅露台。其實呢個露台咧都幾靚仔嘅。第一佢夠長啊，我哋可以感受下。咁呢個長陽台咧，我哋日常咧可以種花，擺下啲嘢，放洗衣機、晾衣服都 OK 嘅。當然有需要嘅情況下咧，我哋仲有個生活露台俾你放洗衣機嘅。呢個位置咧，你唔用都係可以封埋佢都 OK 嘅。整體呢個單位咧就做咗3房2廁啊，餐客廳一體啦，空間都唔算細，只能講中規中矩。我哋依家呢個位置咧就廚房，實際交樓咧就係用呢種吊櫃噶啦，白色嘅吊櫃，3件套全部有齊晒噶啦。咁啊呢邊咧係放得落去冰箱嘅，出邊咧係可以放洗衣機、晾衣服、放雜物嘅位置啦。呢個單位咧107方，做到3房2廁嘅，我哋欣賞埋裡面嘅房間。相對嚟講，呢個單位比98方咧更加舒服啲，有公區嘅洗手間。呢個位置咧就係發展商交付俾你之後嘅感覺啦，因為呢個位置咧係發展商以露台嘅方式去佈建嘅。實際交樓就係咁樣噶啦，到時呢個位置咧需要大家自己去封一個窗戶就可以完成一間書房或者做一個小朋友房。咁呢間房咧係我哋日常嘅一間客房啦，或者長者房都 OK 嘅。最後呢間咧就係一個透間嘅設計，係我哋一個主人房嚟嘅，飄台啦、落地玻璃啦，仲有衣櫃啦，放1.5米或者1.8米嘅床都 OK 嘅，透間嘅設計。咁呢個單位咧107方，計翻咧1100幾尺啦。咁啊呢邊嘅單位咧，一共喺度賣緊咧就係4個單位嚟嘅。咁啊最細嘅咧98方，其次呢個107方，仲有一個117方同埋一個135方，即係最大嘅啦。咁呢邊嘅單位就4個隨你揀，可以低首期嘅3到5萬蚊得噶啦。有機會嘅話，申請埋一啲家私家電送俾大家，做一個拎包入住都 OK。對呢邊嘅樓盤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可以約我哋實地考察下。咁呢個盤咧屬於錦繡海灣城，係緊挨住珠海嘅。呢個盤咧就已經發展好幾年噶啦。出去咧有啲步行食街，可以俾大家喺度買餸食飯 OK 嘅。咁喺小區門口咧，我哋依家有酒樓嘅，即係飲酒茶食飯已經有酒樓噶啦。咁如果唔想喺呢個小區嘅樓下買餸食飯嘅話，我哋可以去珠海嗰邊有個寶龍城，寶龍城嘅話有5層嘅商場，你可以買餸食飯都 OK 嘅。喺呢度過去都係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噶啦。整體嚟講，因為呢個盤足夠大，可以滿足你日常嘅衣食住行噶啦。常買餸食飯之餘咧，呢個小區仲有粵港巴士可以直接翻香港太子荃灣地方嘅，就喺小區門口嘅位置就有粵港巴士啦。如果唔坐巴士嘅情況下咧，我哋可以自己揸車。揸車嘅話30分鐘。喺口岸30分鐘過嚟到呢度，咁如果喺香港出發嘅話，都係個半鐘到2個鐘，基本上已經到呢個小區啦。咁啊，相對嚟講，翻香港都唔算好遠，但係佢價錢夠平啊嘛，100零萬就可以買到一間，仲可以低首期。因為依家市面上低首期嘅項目咧越嚟越少啦，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之一。如果對低首期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安排睇下。我哋依家睇到呢個項目咧，只不過係低首期其中嘅一個項目。
喺市面上咧，仲有幾個可以做低首期嘅，但係依家銀行咧逐漸會收緊，後期嘅低首期項目咧只會越嚟越少。如果對低首期唔想攞咁多錢出嚟，又想買間度假屋嘅朋友咧，可以揸緊時間睇下，因為後期嘅政策咧一定會越嚟越嚴嘅，所以趁依家政策比較放鬆，可以立低一套作為一個度假屋，偶爾翻嚟住下都 OK 嘅。大裝修低首期呢個盤係我哋日常拍攝嘅其中一個盤嚟嘅，我哋仲有大大細細其他盤，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安排每一個樓盤俾到大家嘅。咁啊，我哋除咗高層嘅洋房啦，仲有別墅、大平層可以俾到大家。我哋日常拍攝都唔容易㗎，方便咧俾翻個 like 關注下我哋，唔該晒大家。